我的尖沙咀文化歷奇。上次喺山頂見過維多利亞港嘅美景之後呢，爸爸應承咗星期日帶我去尖沙咀遊覽。除咗可以近距離咁樣睇維多利亞港之外，我仲邀請咗文希、欣樂一齊去尖沙咀行博物館啊！文希好興奮咁話：好嘢！今次係我第一次去科學館啊！爸爸話啦，其實香港科學館喺1991年4月18日就開始啟用噶啦。呢個展館咧樓高4層樓噶，一共有16個展區，而家有超過500件嘅展品噶。啲內容咧係包括晒唔同嘅科學內容嘅。我哋一於去咗地下嘅生物多樣性展廳先啦。我就問啦，乜嘢係生物多樣性啊？媽媽就話，生物多樣性咧係指地球生物種類繁多，包括嘅層面咧好廣泛噶，由基因啦去到生態系統啦，以至去生態嘅轉變同埋唔同嘅演化進化過程都有噶。欣樂就話啦，睇下呢度有好多展品啊！透過呢啲展品、多媒體同埋遊戲，我哋好似可以了解到生物多樣性嘅重要性喎。文希就話啦，係啊，所以我哋更加應該要重視保育意識，減少污染地球啊！如果我哋大家都願意改變現時嘅生活方式，推行零碳生活，就可以有助舒緩生物多樣性急速流失嘅問題噶啦。呢個時候，我好興奮咁話，哇！大家快啲嚟啊！能量穿梭機就快開始表演啦！於是大家咧就嚟到能量穿梭機嘅觀賞位置，廣播系統喺度播放緊介紹。能量穿梭機係香港科學館最大展品，更加係現時世上同類型展品中最大型嘅一件。文希就問啦，點解會有啲紅色嘅波波嘅？唔通佢哋係寵物小精靈寶可夢嘅精靈球？爸爸咧就笑住回答啦，當然唔係啦。能量穿梭機咧會擺大約24個擺喺高處嘅圓球，透過唔同嘅軌道，經過唔同嘅機關裝置，控制唔同嘅樂器去發聲啦、燈光開關啦，同埋啲設施去喐嘅。就咁樣咧，就可以展示到勢能點樣轉化成為動能、聲能同埋光能呢啲咁樣嘅科學原理啦。我哋參觀完其他展館之後咧，爸爸媽媽又帶我哋去到坐落於對面嘅歷史博物館參觀。我哋咧首先就去咗歷史博物館嘅常設展覽廳，大家開始參觀香港故事嘅香港民族展覽啊！欣樂一直對歷史文化咧都好有興趣嘅，佢好興奮咁話：咦，我有電視上面睇過呢個啊！呢個係長洲嘅太平清醮，呢個係搶包山比賽啊！我都話啦，哇，仲有個好大嘅舞台啊，好似係粵劇表演喎！爸爸就話啦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下一次青衣戲棚開幕嗰陣，我哋都可以去睇下噶。我即刻回答，好啊，一言為定。參觀完8個常設展覽館，大家咧就離開歷史博物館，去到尖沙咀海濱花園，沿住海濱長廊向星光大道出發啊！